做義工咧，若果只係一次性咧，並唔難㗎。要持續跟進同一班人咧，需要嘅時間同心力咧就要多好多。咁義保計劃一團伙咧，正係做緊呢一樣嘢。佢哋招募嘅義工咧，需要承諾最少用1年嘅時間，持續跟進同埋關心同一班基層小朋友。咁幫補功課之餘，亦都希望咧令佢哋可以建立正確嘅人生態度。數學勁咗好多啊！雖然冇測驗咁高分，但係同你之前比爭就係攞到 A 啦。讀小6嘅嘉慧，每次考完試會第一時間將成績攞俾佢嘅義保導師 Tony 睇。話俾知我有進步。點解咁想佢知啊？因為唔想白費佢哋嘅心機。幫別咩意思啊？ On top of the 1個禮拜嚟1次，係一個免費補習班。我記得我舊年冇咩？呢幾個小朋友我由3年班帶到去而家6年班啦。呢個係 volume 咪講 Tony Sir 係一團伙嘅義保導師，3年嚟持續跟進同一班嚟自基層嘅小學生。我成日話贏在起跑線，而呢啲基層小朋友就因為冇咗呢啲咁樣嘅機遇，或者佢爸爸媽媽冇咁嘅能力，冇咁嘅時間，變咗佢相對地喺個起步嘅時間就會落後咗。呢個識唔識啊？之前英文唔係好合格，之後經過呢3年之後補習之後就而家都70幾分到就合格咯，同埋數學之後就本來都係70幾分嘅，但係都係經過呢個義保計劃之後就80幾90幾分咯。補習班嘅時間咧唔算太長㗎，每個星期咧只係得1次，每次咧補2個鐘，由2個義務導師咧係負責，主要咧係補英文同埋數學。咁 Tony Sir 話咧，咁教功課咁同埋幫補成績咧都係其次，咁佢想喺功課以外咧多行一步。我哋對自己要有自咩啊？自信啊嘛，係啦。好重要可以幫到嘅嘢就係話，我哋可以即係陪住佢行一段時間。咁而喺呢個時間入邊咧，我哋盡可能就希望可以培養到佢哋一個正確啲同埋正面啲嘅學習態度。嗰啲結構點樣教就？之前以為自己好叻啊，跟住而家變咗少少，認為自己其實有好大進步空間。咁另外一個層面好重要就係個自信心，小朋友嘅自信心。咁佢有自信心咧，佢 enjoy 去學習咧，咁嗰個事半就會功倍。佢話放膽去試，錯咗唔緊要，總之係錯誤中學習。呢個你唔識。Tony Sir 本身有2個仔女，一直都想幫基層小朋友，咁結果佢用自己嘅學識同有需要嘅家長分享。嗰啲家長冇咁嘅時間或者冇咁嘅知識去做，而我係有反正我都擁有咗㗎啦。咁點解我唔分享出嚟咧？我覺得呢個係對整個社會都係一個好嘅地方。作為我個家長，我就認為佢俾到嘅希望我喺學習方面啦，做人嘅方面啦，佢都會幫我教咗佢。冇呢個補習班，我一定唔會出去補習。冇呢個能力去俾佢出去補習。義保計劃一團伙每年會搞2次聯歡聚會，將全港20幾個補習點嘅義工、家長同學生聯繫一齊。家好，我姓劉咧，我咧成績咧特別係英文超級唔好嘅，幫我提早半個鐘，所以咧就係咧7點去到9點半。而家我嘅成績都好好，以前零基，但而家變成70分。我要好多謝Auntie姨姨佢哋，因為佢哋好用心咁教導我哋。最尾我未來想做義工。你可唔可以持續地去幫助同一個人咧？咁你先至真正對嗰個人係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